台式火鍋湯底出晒名特別，依家牛品最新湯底竟然同富婆有關。我哋最新推出嘅叫做富婆鍋，11月推出嘅，係用咗富婆醬啦，配合咗花膠、鮑魚、沙茶、龍雞湯、豬湯，配合其他啲香料熬製嘅。咁個富婆醬嘅風味咧就包括辛甜酸香滑醇香嘅。台灣用緊嘅餐廳、小店、火鍋店啦，同埋食店好多嘅。呢個牛魚品最抵食，120分鐘，任食澳洲 M9 和牛、日本國產內和牛，軟腍得嚟又唔會太油膩，食多幾碟都得。話明台灣火鍋食到飽，出面個自助區仲有好多台式配料同小食。呢個餐仲包埋水餃同麵，就可以試埋富婆醬嘅隱藏食法。咁我哋個隱藏食法咧，亦都有個聽卡喺個醬料區提示俾客人嘅。咁富婆醬咧，主要係愛嚟點海鮮、點水餃，另外可以胡麻醬撈埋個富婆醬。仲有呢個即製 smoothie，喺呢度任食火鍋粥先有得食㗎。